欢迎收看4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回馈在地，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对2月开始，甲中西区5条港里合作开办流行舞蹈、创意摄影、甲媒体教学等课程。伫最后一节课，要教长辈如何用手机翕出专业的相片，要安怎修图等，互时代活到老，学到老。伫老师的指导之下，长辈将人物、风景的相片透过手机 APP 进行基础调色，由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所打造的上青春的台南人伫遮系列活动、创意摄影甲媒体教学班课程，正式进入最后一节课。今天主要讲的是手机的照片编修，然后要让他们调整比较好看的照片，比如说提高一些饱和度啊、对比亮度，然后暗部这些，然后让他们去对于自己照片拍摄的时候才会比较清楚，知道说我应该要去怎么做后期的部分。课程主打创意摄影结合媒体，经过6节课的学习，长辈已经学会晓基础的手机摄影基本设定以及过度操作。也为室内加国户外实际操作，互长辈拢感觉非常的受用。学到做趣味的代志，原来翕相有这好耍安尼，老师教到做好诶。我跟成了一场很有趣的游玩。本来我们拍的不好如何让它变得更美好？这个是一大进步。学到了就会当随好照相，阮就会当受用。我感觉真好用啊！因为我等会若上课了，爱去佚佗，马上会当使用到阮学到的这个技术甲资讯。经过这几个月来的迄个训练甲学习吼，其实大家拢真有心得啦。伫阮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常常拢有人吼，咱一寡长辈吼，传一寡足奇怪的图出来吼，奇怪变安尼啊，这个是谁啊？原来是他自己拍照之后把自己修图之后变得很年轻啦。其实这是一种真对我相信对长辈吼，和伊的囡仔啦、孙仔的沟通，有是真正面的迄个课程啦。创意摄影甲媒体教学班第24号正式结束，摄影老师更特别找来一台大画白相机，甲长辈合影留念。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会持续以提升长辈的创造力、自我价值以及社会参与度为目标，让长辈成为上青春的台南人。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南山人寿因为看好台南的投资商机甲消费能力，取得原来当地18回地点，兴建占地5000多平大楼，因为已经完成，嘛取得执照，去民众好奇的眼光，期待到底当时会当营业。位伫小北附近的南山台南广场，就是老伫过去台南回忆的当地18回。目前地上12层、地下2层，占地5000多平商业大楼，已经完工取得使用执照，嘛因为投资额2788万，成为市府立管加速行政新在重大建设，期待对着整体区域经济、商机加就业有真大帮助。原先接手的这个企业他们有来拜访过。那我们希望说，那个如果完工后，这会把一方面是美食，一方面可以把这个台南市的许多美食汇集在他们的美食街。我们现在已经有在高铁区有3景 Outlet， 在平石园区有南纺，在现在这个东力士广场，如果有的话，那在北区、东区以及归仁南关线这边都有一个好的购物的这个服务。那我相信可以对地方的繁荣跟民众的购物，我相信多一层选择，我们乐观其成。根据台南市经发局指出，南山台南广场相关建设完成以后，目前是细部规划设置，业者因为看好台南的投资商机甲消费能力，结合文化美食甲观光的概念，预计今年中以后将正式营运。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议员蔡立青因为接到特殊教育学生的家长陈情，指出学生有辅助器材资源甲名额不足等问题，所以议员特别邀集市府相关单位来举办座谈，希望帮助学生走过困境，保障特教生的权益。
为关心特教生的权益，议员蔡丽青甲区兆胜2月5号上午特别召开座谈会，邀请家长、学校、甲市府教育、社会等单位来座谈。会中有家长表示，家己厝内有2位自闭症的囡仔，虽然伫个国中小阶段有一寡学校有特教班或者是资源班，毋过到高中期以后，却只有国立的台南特教学校，但碍于名额有限，而且只收中等多，因此希望学校会用来增加名额。要放宽一点，尤其是转那个国小转那个国中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叛逆期，有一些轻度自闭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名额可以上去。我当初如果说我没有争议性，因为我孩子的情绪问题，我根本就是乖乖被安置到安南国中，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再去找学校。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教育这一个部分，安置的部分，真的特教生不要去分那个级别，真的不要分到轻中重。像南特，我直接被刷下来，是因为我们的级别不是重度，它只有10个名额。除了名额的部分，另外伫个学生的健康检查方面，因为特教生的健检，一般的病院拢无啥愿意来承接。一方面因为人数无啥够，另外就是增加健检的困难度，因此有家长抱怨，必须要家己来补经费，甚至做一寡无效的健检。对此，台南特教学校嘛提出说明。学校跟我讲说，因为经费不足，所以他们请老师来把那个人数补足，人家才能来做健检。就区为了4万块或5万块，那我看到的现象是，我有点难过。为什么有一个5万块的这个点，不到5万块，医院医疗团队不出团，又卡在这里。那我们的孩子，他说你可以带过来啊。又卡在一个问题了，我们的孩子带得过去吗？又带不过去。光是后来他们就说5万块，那我们就是拜托，刚刚像我妈妈说的，我们就拜托老师出钱哈，老师也来健检，凑了5万块。那对方还规定我们要20位老师以上，所以我们就拜托教师员工看有没有3000、5000的老师们，就是真的是凑足了5万块了。然后医院出团来了以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有几个孩子 X 光又没有办法照。针对家长的诉求，议员蔡丽青甲区兆胜表示愿意来协助。双薪夫妻2个打2份工，也都是难以负担，而且学生的问题很多，他必须在工作跟家庭中，还有学校来回的奔跑。我想我们大家只要各自出一点点的力量，就可以给他们很轻的包袱，也减少他们的包袱，让这个社会的问题减少。让他们的负担减少。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是温暖的，是有力量的，我们应该把这一块做好，这是今天座谈会的目的。因真正家长嘛艰苦啦，学生嘛艰苦啦，所以讲咱也有法度的话，找一寡咱所要爱的，咱讨论一寡咱要爱的，政府无法度甲咱协助的，咱找一寡民间的社团，来甲咱协助，咱嘛真侪足侪有爱心的人啦，希望因会当来甲咱协助。对此，市府教育甲社会局嘛回应，以目前全市特教生大约有6600位，特教老师嘛有600多人，整个特教的经费大约占教育总经费的4%。伫个教育资源方面，应该是无问题。至于家长真情，阁有辅具的作用，甚至富康巴士的部分。市府嘛表示会来尽力协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第3届冬感术会第3月任期届满以后，依照主题条例聘任第4届冬感术，历新任董事长由担市副市长赵清惠兼任，新任馆长则由前宜兰县美术馆馆长林秋凤接任。台南市美术馆举办新任馆长就职典礼，第4任馆长由林秋芳出任。典礼现场由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亲自颁发聘书，予林秋芳馆长向真正式接任，并接受来自各界祝福。我们希望在艺术的部分
在管务的部分能够串联很多管技的合作，不管是我们在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个对于台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南美馆跟这个文化局之间跟台南市政府之间一如这个黄伟哲市长对于整个台南的整体的博物馆跟美术馆的事业的支持那让台南已经成为借着这个美术馆跟博物馆，成为了一个去奠基台南文化跟转化这个台南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林秋芳曾经在民间艺文机构担任校职，后来在宜兰县政府担任文化局长，兼任南洋博物馆、宜兰县美术馆馆长，并伫咧辅仁大学任教，指出伊查着这个丰富的经历来到台南，备受各界关注。如何让台南的艺术家能够增加他的创造力？因为增加创造力才是一个台南创造力的根本。那美术馆一定是责无旁贷，我们希望它走向专业。所谓专业是说有办法进入其他美术馆，或有办法走到国际美术馆去交流或展览，或是能够走进国际的艺廊，能够进入正常的艺术生态的运作里面，让他们可以健全的发展、永续的发展，然后把他的创造力不断的传播出去，这就是我希望未来可以达成的目标。南美馆表示，在今年馆长林秋芳的带领之下，将持续重视在地技术，提出更优质的展览，绝对袂辜负文化界以及市民朋友的期待。但来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每一当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为了持续响应环保、关怀生态，基美病院甲玉山银行再次合作举办小农市集，借此鼓励民众买在地、买当季，嘛用行动来支持在地小农。财团法人基美病院办理世界地球日的活动已经真侪档，每年拢会以无同的形式来举办。去年首次以小农市集受到当年的好评，今年再次结合在地、当季以及健康营养的食材，举办在地小农市集，用行动来关怀绿色。今年的活动嘛再次得到玉山银行的支持，该行以着绿色生活、永续未来为目标，邀请民众共同来响应。奇美医院能够跟玉山银行，我们一起来合办小农市集这样的活动，那么这当然也是响应这个 ESG 的一个社会实践跟关怀。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采用在地新鲜的一个产品。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要推动健康生活形态。那健康生活形态里面，我们希望能够使用的是在地的全形的一个食物，那么用我们当地小农的食品，那么一定是全形的食品，没有过度的加工，这个是最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玉山银行能够参与奇美医院小农市集的活动，我们希望借由实际的绿色消费，购买当地当季自然新鲜的农产品，来帮助相对弱势的团体，那也来实践玉山银行绿色生活、永续未来的一个目标。我们更期待能够借由社会大众更多的一个参与，来让我们整个地球更美好，创造一个绿色永续的一个未来。这届活动嘛结合绿色团体，伫咧现场22个摊商当中，有9个是新创团体。伫咧基美病院院长林鸿荣的号召，伊行好每一个单位，用实际行动关怀绿色团体。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专台西来安日前办宣灵宫圣诞祝寿大典，副总统赖清德等各界贵宾拢到场参香祭拜。庙方为了延续宣灵宫关怀弱势精神，嘛特别发红包予北区3里的家收入户，希望减轻因的生活负担。农历3月3日是5号大地劳保宣灵宫圣诞，专台西来安22号特别举办祝寿大典。副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前来参香敬拜，由此可见庙方的好人缘。除了有盛大祝寿大典，庙方更结合社会上一寡有爱心、有能力的朋友，
共同关怀弱势，发送红包予北区大港、县北以及大丰3个里的低收入户家庭。我利用这个咱主讲的生日来办的这个咱北区、大港、大丰、县北咱这3个里的这个总低收入的这个赞助案呢，因为我的这个业数是由咱区公所这个小会课的这个所登录的名称为准，所以这个登录的低收甲总收，阮以这个社会局的，咱这个低收入是以现金发2000块，总收是现金1500块，那以往是后发现金600油甲的，但常迄一款物件咧，常会重，所以就会用现金咧，来减轻着，因为咱遮个低收入、中收入因遮即个手的这承担的负担安尼，而且我也非常讲感谢讲，就个咱西南所有这个心来赞助。来安吼，咱的咱山林宫老保长吼，圣诞千秋的好日子，嘛感谢咱的党干事会吼，咱的前党事长吼，佮咱副党咱所有党干事的爱心吼，从这个圣诞的时阵来募捐这个金额吼，来帮助着咱大丰、大港佮县北里吼，咱这个低收入户。北区区长李丰兴也特别代表市长黄伟哲前来颁发感谢状予西来安。全台西来安，恭喜对这样的感谢咱西来安全党所有党干事合作，来帮助咱大港、大丰、北里的所有咱的就师傅来到这帮助咱的帮助伊为咱生活困难的时期。全台西来安董事长詹正义表示，这个活动已经是连续第3档举办，以后也将会年年举办，和爱心永续。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选伫世界月读日进前，台南市教育局宣布甲知名电子册平台进行为期3档的合作，将原本不星球来结合册城的资源，互学生会当读到180种以上的电子册籍。嘛，期待政府甲民间合作，创造台南阅读数位新的模式。面对数位时代来临，现在除了纸本阅读以外，台南市嘛要大幅度增加数位阅读的需求，所以教育局伫北新潮已经将近10万人加入的平台，佮要扩大加入电子册资源，方便学生家长借册唔免出门，老师嘛当方便伫教室进行阅读教学。在台南市教育局正式甲知名册城进行为期3档的合作。记者会中也有 AR 扩充实景的技术，要来khiến学生提高阅读兴趣。不可星球成立了2年多，也加惠了非常多的学子。哈密书城在这次合作当中，我们提供了超过1万本以上的电子的报纸、杂志、书籍、有声书、影音书。还有影音学习的课程，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让台南市15万名的师生能够有一更丰富、更多元的一个数位阅读的环境。今天不可星球能够在变成不可星球2.0，也是跟我们最厉害的哈密书城能够合作，能够借着电子书能够一方面让激发孩子从2000册的这个书单里面有更多的选择，变成到1万册的哈密书城。另外进去哈密书城也可以这个点选不可星球的专区的书，所以他就免得不需要舟车劳顿，直接在哈密书城上阅读电子书，就省得去借书还书这样的一个旅程，这样的一个路程。那我想说，一方面是节能减碳，一方面也是提高孩子使用数位工具来做数位学习。其实台南市的阅读教育除了全国首创不可星球，目前到站的人数已经有1800万的拥有，每一档嘛拢会编列1100多万来充实读书，举办各种的阅读活动。这回绿色阅读的新形态，嘛希望达到影响台南的目标。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
台南伫参加东京食品展览以后，伫4月10号开始销第一批往来加工品到日本。24号，佮传出将销往日本九州的超级市场，一摆总共有15栋，希望一步一步为农民开辟稳定的通路。目前台南往来大出，前阵仔市府积极甲海外洽谈以后，近来贸易商的订单拢开始入来。嘛，互为伫满岛的青果合作社，所有工作人员对清洁到分级包装无严格，而且每一个步骤拢袂当马虎。尤其这回往来青果是要应付销到日本九州的超级市场，所以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前往现场关心，同时亲手来体验，要将装满40车货柜、大约15.6公吨的新鲜往来销往日本。为将日本超商的部长嘛亲自到中央见证站往来高品质，并感谢市长3天前的推荐，特别致敬熊本的吉祥日，希望交流互补等等。是希望以熊本县来说，以后跟我们台南熊更多的一个合作。那特意拿来了熊本熊。哇，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可爱的熊本熊也是九州的一个吉祥物哈。台南凤梨，我一起。也是日本非常强的这个零售以及超市系统永旺公司。那今天要封柜大概是15.5吨的凤梨，那都是品质最好的凤梨，甜度高达15度以上。那我想说，今天只是一柜，但是未来的合作是要长长久久啊。所谓能够长久，就是能够品质能够稳定。那通关铺货，然后我相信在1个礼拜后就可以大概8天到9天就可以在日本的超市看到我们这一批的最厉害的台南金钻凤梨。陆安局指出，近期都要针对青果加加工产品取消外销的作业，嘛拍算要伫群马县赤山城转日本上大休息站来卖台南农特产。就表示一定会持续开拓国外市场，为农民甲消费者创造双赢。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迈入第22届台南5月音乐季，5月6号、7号2天就伫新化虎头埤风景区登场。今年总共有28组音乐家甲在地乐团的表演，邀请大家来体验台南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事。画面上这位演唱外国朋友 EXO， 就是台南5月音乐季的创办人。伊伫22年前开始伫台南举办这个音乐活动，一开始是伫安平渔港岛，后来改到安南区的四草，这次特别选到新化区的虎头埤风景区举办，而且参加乐团愈来愈多。今年更有来自全台各地以及外国音乐人，总共28组音乐团体参与演出。今年的 Main Jam，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参与，能够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独立乐团。那我有点想说，我们希望在虎头埤的那个现在最新的那个景点，就溜滑梯那个地方，已经换地，那个地方附近呢整出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表演，那也可以亲子活动，也可以表演，那也有一些创意的摊位，好不好？思考一下，那个地理环境你太熟了，好，那希望说还有我们苏任处长，好。希望大家一起来，5月6号、7号一起来不是捧场，一起来 enjoy， 好放松。5月6号到7号2天活动，现场除了乐团表演，还有真侪市集单位趣味活动等等，适合全家大小每一个年龄层。市府欢迎各人朋友做伙来台南佚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